来看新北市5股到泰山的轻便铁路全长11.61公里，会经过沙尘堡、泸州、5股到泰山，会驶14个车头哦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是去 F07站的预定地就安阳公园来视察，嘛强调讲哦，这嘛是已经尽力综合规划的审查，各有宽频的资料需要交哦。那中央确定了后，望讲7天内就会当完工。 这实质上要克服非常的困难，因为都是经过人口密集的地区。那经过这几年大家的辛苦的努力，目前就剩下中规这一段。那这个路廊里面可以看得到，它衔接的新北环状线的北环段 Y22，只有差50公尺。那又衔接未来的社子岛轻轨，再加上 未来我们在衔接泸州线，也是靠这一条衔接。那甚至衔接我们泰板轻轨，不管是五泰轻轨、泰板轻轨，势必要做。未来的泰板。目前5股到泰山轻便铁路案的综合规划报告已经送交通部审查了。今年4月哦，交通部是要求爱个详细来说明。新北政运局修正内容，最近会个送出修正的版本来进行第3届的提报。